镜头当来看咱台湾高雄喇叭底万圣节点灯派对，这活动拄才开始就开始咧落雨，真侪民众是拢紧走去捷运站内底去避雨，车站内底嘛是人挤人，现场煞无人咧管制，嘛引起众人的批评。 参加西洋鬼仔节大游行，汹汹落雨，民众也着雨伞，想要去捷运站避雨。不过出口已经有袂少民众徛咧，也是坐咧内面，路线拍结，警察赶紧到现场指挥。高雄西洋鬼仔节少年线活动，26号暗时伫喇叭底公园举办，封路变装大游行。今年更加规划全台上大、悬22公尺的大金龟顶和灯光表演。 从下晡开始，各种打扮的大细汉民众来到喇叭底公园，市府统计吸引超过8万人参加。不过活动才开始就落雨，有的民众感觉无好耍。好可惜有下雨，就有点影响气氛，是吧？对，朋友带来的，刚好想说用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都躲在里面。因为现场就伫捷运站附近，袂少民众无扎雨伞，想要入去避雨，和出站的民众客做伙。嘛有民众讲无看到管制人员，差一点造成小客意外。车站内嘛因为人真多真翕，民众客着亏损一直压。高捷公司解释，是因为汹汹落雨，坐车的民众比预估规定的时间提早出现。 有短暂分阶段进行人潮管制，晚间8点左右即已经完成所有的人潮疏散。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人潮拥挤踩踏而造成危险。高捷公司表示，本来评估暗时8点是主要人潮回流的时段，昨暗看到人潮的状况，已经提早发出加班车，每3分钟一班，而且进行管制。不过，比起过去市府大型活动线场顺利，这边煞是因为落雨，全部被拍乱。记者李选比较关高雄报道。